係一個風和日麗嘅下午，兩隻不務正業嘅鸚鵡藍莓同青檸收到一個突如其來嘅委託。我哋甲群要強身健體，抗敵於未飛之先。你哋兩隻識功夫？藍莓唔出聲，跳上紙皮箱，啪一聲打個詠春標準開手，然後慢慢舉起一塊寫住詠春入門嘅白板。好啦，開始熱身。我都係第一次教，唔好問我咁多。青檸發揮佢獨有嘅領級魅力，企前面負責精神喊話，雖然冇一隻聽得明。詠春講求貼身短打，記住唔係你打我就係我打你，係你未喐我就打你。甲群混亂模仿，互相用翅膀撩鼻哥或互啄尾巴。藍莓攞住把掃把，舉起個秩序木牌，開始1對1指導。第一堂黐手訓練。黐手唔係拗痕，你哋夾實啲對翼，要感應對方嘅動作。兩隻白鴿貼埋一齊，不停喺度左右互拍，最後一隻直接俾人拍落地下。哇！嗰隻暈咗啊！呢個叫彈開式卸力，考到 A。第二堂木人樁訓練。好似我咁樣，左翼右翼，再用頭撞落去。一隻鴿照跟住撞落去，頭暈碌地，起身歪嘴。藍莓嘆咗一口氣，望住青檸。你教緊詠春定係教緊自殘啊？武術來自犧牲。第三堂詠春模擬對打，甲群兩兩一組，綁住對方翅膀，用嘴啄來啄去。啄唔代表進攻，係測試緊反應。你哋保真係咬啊！一隻鴿衝前，啄甩另一隻鴿個羽毛毛。咪喐！你哋咁樣係打緊野戰，唔係打緊詠春啊！混亂之中，一隻鴿無意間跳起旋轉，3連啄。你合格。黃昏，紙皮講台上，藍莓拎住一塊獎牌，白鴿幫第一屆詠春訓練結業證書。各位鴿鴿記住，功夫唔係用嚟打人，係用嚟強身健體。你講咗句廢話。鴿群亂咁鼓掌，有隻拍到自己跌咗落地。雖然鴿群學唔識詠春，但至少佢哋學識咗點樣齊齊跌。青檸俾鴿群舉高，藍莓冇表情咁喺紙皮上寫請勿再邀教。不如下次我哋教佢哋做鴿式瑜伽，你話好唔好？我寧願吞咗個啞鈴佢。